那我们在讲述两种生意之前呢，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两种生意呢，是如何去做区分的。那第一种生意呢，就提到说，与文思修呢三种理智呢，把它这个呢作为是生意。那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是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呢，然后把这个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呢安立为圣意。那在这个圣根本定制里面呢，就是所见到的圣根本定制中所有的呢，那这种有的方式呢，称为是圣意有。那第二种圣意有的方式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以非由心真上安立，而是彼意次体中有。那这种存在的方式呢，称之为是圣意有，就是我们一般所讲述的呢，非由无损害式呢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那这个呢安立为圣意有。那我们在这里所讲到呢，前者的圣意以及后者的圣意呢，那这两个差别呢，就在于第二种圣意有呢，就是秩序派他所谓的所破圣意，也就是呢，他们最主要呢，在抉择空性呢，在抉择空性时候呢，所要破的这个所破呢，就是第二种圣意，所以第二种呢，称之为是所破圣意。那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能观察圣意的理智量呢，观察圣意的理智量呢，把它称之为是圣意，或是观察第十的这个理智量呢，把它称之为是圣意。那也就是呢，正的空性的这个圣根本定制呢，称为圣意。那在这个圣根本定制中呢，所能够存在的、所能够证得的呢，那称之为是圣意有。所以，凡是前者呢，只要是空性的话呢，皆是前者的这种圣意有的方式。那后者的这个圣意呢，就是秩序派呢，他所讲述的所破圣意。所以这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我们在了解说呢，有秩序派呢，他承许了这有两种圣意的安立的方式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对我说我们了解，秩序派的见解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同样的理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对于说唯识中呢，在抉择它的空性以及所破，还有像是应成派呢，在抉择空性跟所破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呢是可以用同样的理路呢去应用的。那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在于说唯识还有应成呢，他们对于说所破的安立不同之外呢，那对于说两种声音的安立方式呢，那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大家在了解了说就是两种声音呢，两种不同的声音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97页的倒数第二行，那凡前种种，凡前种圣意及彼所成就，皆可是有；后种圣意及彼中有，皆定非有。以是若后圣意中有，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凡前种生意，那前种生意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文思修三种理智，那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说，圣根本定制为生意的话呢，那以圣根本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呢，以此为圣意。那即彼所成就呢，就是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中呢，能够存在的、能够有的呢，也就是空性。所以呢，彼所成就呢，也是指说空性。所以这两者呢，这个圣意呢，就是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以及彼所成就呢，就是空性的，两者皆可是有。那后种生意呢，其彼中有呢，皆定非有。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讲到说，第二个圣意呢，就是秩序派呢，他所抉择的就是所破圣意，所以所破圣意呢，及这个圣意有呢，就是圣意成立的这两点呢，都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就是这个圣意指的是什么？这个圣意呢，指的是所破，就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以及这种实体成立之后而有的这种方式呢，这两种都是不存在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以是若后圣意中有，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提到说，如果呢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要是这种成立方式是存在的话呢，那它就必须呢要在正得空性的生根本定制当中呢，就是要能够存在的。因为我们讲到说，为什么说只要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
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只要是存在的话呢，只要是能够成立的话呢，为什么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呢，它就要是能够存在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呢，它本身呢就是能够抉择或者说能够观察圣意的一个理智量。那这个理智量呢，它在观察圣意的时候呢，如果说它找寻得到，因为你如果找寻的话，因为如果说这个所破圣意要是存在的话，就比方说他在观察空性、观察圣意的这个理智量当中呢是能够存在的，就表示他寻找之后呢是可以找到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所破它是存在的话呢，那它就能够被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呢所证得，它就能够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呢是能够存在的。所以才讲到说呢，如果是后种圣意呢，后种圣意要是有的话，它就必须呢要能够在前者，也就是文思修的三种理智量当中呢，这种生意的当中呢是要能够存在的，或者说它是在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子当中能够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说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它本身是圣意，所以当它能够正德的时候呢，能够在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能够存在、能够有的这一件事呢，它必定呢就是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要是空性。所以当你这个圣意，你这个所破，它要是存在的话，它就是圣意能够存在。那这种存在的方式，就要必定被能够抉择圣意的这个理智量呢所能够证得。所以才讲到说，凡后种圣意中有呢，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就是97页的最后一行呢，讲到说，以是若后圣意中有，则前圣意中亦决定有。那这个亦呢，有但是的意思，就是我们讲到说呢，就是凡是由无损害心，凡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而有的话呢，它就必定呢要在前生意，也就是呢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呢，要是有的，要是存在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有的话呢，它必定呢不会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而有。所以这个义呢有但是的意思，就是说在后生意中有的话呢，它就骗是前生意中要有，但是前生意中有的话呢，不表示说后生意中要有。那不骗的这个是如何安立呢？不骗的就是安立空性，空性呢，它就是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呢，就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并不是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因为如果是这个东西空性如果是这个样的话，就表示说空性呢，它本身呢是圣意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秩序派里面就有讲到说，诸法呢都是圣意不存在、地识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呢，空性呢，它虽然是在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所有，但是呢，它并非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所以这个意志呢，还有一个但是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后面的呢，就一定要是前面中有，但是在前面中呢，在这个圣根本定制当中有的话呢，它必定不会是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那以什么为例呢？就以空性而为例。所以这个义呢，在这边就是在藏文里面还有一个但是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然只有前者非具身实质，其具身实质必须执后者为实有也。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支持前者呢，就是支持前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说，支持呢世俗法呢，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是有的这种执着呢，那这种执着呢，它并不是具身实质，就表示说这种执着呢，它是片剂实质。它并不是具身的，其具身实质呢，必须是后者为实有也。那具身实质是什么呢？具身实质呢，它所要支持的呢，就一定要是支持，就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呢，唯有支持这个的呢，才是属于具身的实质。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支持前者而有，那为什么说
直持我们以平直来说呢，就是如果说直持平直呢，它是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质当中而有的这种执着呢，它为什么是归类在遍计实质呢？因为第一个呢，你要先了解到说，它是在平直，它为什么是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质当中而有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到说什么是圣根本定质。那你要了解圣根本定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入于某一个宗义，就是要了解佛教的某个宗义之后呢，你才会知道说圣根本定制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宗义的人的话呢，你跟他讲说圣根本定制的时候，他完全都无法了解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说瓶子呢是否呢在正的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呢是有的？那如何产生这样子的执着？所以才会说呢，当前者呢，就是直持世俗的法类，像是直持、平直等呢，在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制当中而有的这种执着呢，它一定呢会是属于片剂的这种执着，因为它一定要有学过中义之后呢，他才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圣根本定制，所以才说讲到说呢，只有前者的呢，并非是具身的实质，它只是一个片剂的实质。所以呢，只要说其具身实质呢，只要是具身的实质的话呢，就必须要执持后者，就是以非由心真上安立，而是由彼一自体中有的这种执着呢，才是具身的实质。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颇有未能辨别此二之差别，于民所迫时，便为堪忍正理观察，或堪观之事，为说破量其，由此或说圣意非有，或说是实有，亦说尽其。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呢，他因为没有办法去辨别呢上述两种生意的差别的时候呢，那所以他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于明所破时，他在认识所破的时候呢，便为堪忍正理观察或堪观之事呢为所破量起，他就把堪忍正理观察，还有说呢堪忍正理观察的这些事物呢，把它变成呢和所破两个呢，就是直为是一样的，所以说为所破量起，就是把堪忍正理观察的东西跟这个正理观所观察的这个事物呢，把它看的呢跟所破呢两者是一样的。那由此呢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所以这边呢就特别讲述到说呢，就是能成堪能观察呢，还有说堪能观察二者呢是有差别的。就以空性来说呢，它是堪为观察的，它是堪为觉则生意的理质量呢去观察的。因为觉则生意理量去观察空性的时候呢，它最后是可以呢就是显现空性的。但是呢，能成堪能观察的话呢，就是表示说能成堪能观察，就比方说你在觉则生意的理智里面呢去觉则之后呢，你会最后寻找呢会找寻得到。那如果说还能够能成堪能观察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在抉择第十有无的时候，最后会寻找到。那寻找得到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第十成立。所以呢，那就变成说他会误认为说，那这个样子呢，就表示说诸法呢都是圣意有的。所以呢才要说由此或说圣意非有。那这个由此或说圣意非有的这个圣意呢，在藏文里面它是圣意谛。所以就由此呢，有的人就说圣义谛呢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呢，他认为说圣义谛呢是实有的，因为他把呢就是堪能正理观察呢跟堪能观察这两者呢就是混为一谈，就是能成堪能观察的话呢，它就要是圣义成立的，就要变成是实有，是圣义有的。但是呢，空性它本身呢是能成观。它本身呢是堪能观察，但不是能成堪能观察，所以这两者是有差异的。所以他因为搞错了这个的原因呢，所以他就把说呢生义谛呢是不存在的，或是他把生义谛呢指为说生义谛呢它是实有，就造成了呢这种错误的这种理解。那所以呢，最后就讲到说，若能善辨前意，则知说实性中无，圣意中无，与说法性是有，法性及实性及圣意都不相为也。那就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呢，就是之前所讲的这些意识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说，就是堪能观察呢，跟能成堪能观察二者呢是不一样的。因为空性呢，它是堪能观察的，它是能够被观胜意志的这个理智量呢去观察，它是堪能观察的。但是呢，它是能成堪能观察吗？不能，因为它如果是能成堪能观察的话呢，就表示说抉择胜意
有无的时候呢，如果说它是能成堪能观察的时候，它能够被这个抉择圣意的理智量呢所找到的话呢，它就会变成第十成立。所以它不是能成堪能观察，但是呢，它是堪能观察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实性呢是实性中无，圣意中无，就是空性呢，它是实性中不存在的，它也是圣意中所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会说呢，空性它是有的嘛，空性是有，而且我们会说呢，空性呢就是法性呢，空性它就是实性，空性呢它也是圣意。那空性虽然是实性，但是空性在实性中存在吗？不存在。空性虽然是圣意，但空性在圣意中存在吗？在圣意中不存在。所以就会了解说呢，这之中呢是没有相违的。那所以在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有四个重点，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说字面上的意思呢没有办法很清楚了解的话呢，那这四个重点呢是要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中观秩序派呢，它在显示呢所获的论点呢，就是中观明论，就是从中观光明论呢，然后讲述出了说所破呢是怎么样的。那主要引的经呢，就讲到说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呢，然后从这边呢显现出了就是所破。那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点明出了说秩序派呢，它的所破是什么呢？它的所破呢，就是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是它的所破。那执持这个东西的执着呢，就是我们讲的实质。所以这个实质呢，是具身的实质，也就是表示说我们有情的心绪呢，我们心绪中里面呢都是具备这样的实质的。就是以秩序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心绪中都是有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都是有支持这个地识的这种执着。那这是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呢，就讲到说由无损害心所安立的。那这个无损害心呢，我们就讲到说它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呢，两者都有。那分别知的无损害心呢，指的就是说它是在单着境上呢不错乱。那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在显见境上呢不错乱。所以呢，这就讲到说就是无损害事，这是第三个重点。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呢，就是分为两种不同的地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第一种地识呢，第一种地识的这个执着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如果说执持呢这些世俗法像是平时等呢，在正的空性的生根本丁子当中，如果是存在的话的这种执着呢，它是属于片剂的实质。那第二种执着呢，就讲到说，执持呢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安立的这个执着呢，那这种执着呢，它有属于片剂的执着，也有属于具身执着。那具身执着呢，一定是属于后者。所以呢，这是这个科判呢，它最主要所要告诉我们的四个重点。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要了解到说，这个科判呢，它最主要的重点呢是什么？因为往往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科判呢，就是它的内容这么多的时候呢，那看完之后呢，会觉得说不太清楚，说这个科判最主要呢是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当我们能够如果把重点整理出来的话呢，那即使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字呢都把它完全的记下来，但是当你了解了这四个重点的时候呢，同样呢你也了解到了这个科判的重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一个很主要的。但当然是最好的方式说你能够每一字每一句都背下来，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要把这个科判所有的字句呢，就是都背下来。但是有时候往往反而因为这样去想的时候呢，那到时候背不下来的时候呢，反而呢又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学不会，这种心力呢又会下沉。所以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抓重点，先了解到说这个科判的重点是什么。那通常呢，你这个科判的重点抓下来之后呢，你就大概这个科判的意思呢，你基本上就能够了解。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先以科判的重点呢，要先了解到。那这个科判最主要的重点呢，就是上述所说的四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第二个科判，所以讲到说丑恶以幻世欲明观待世间之实望。那最主要呢，就讲到说秩序派呢，他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用的譬喻呢，就是以幻世呢来作为他的譬喻。那
以秩序派来说呢，幻视来作为譬喻呢是刚刚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呢，就是秩序派呢，它在承许呢，就是一件事存在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它要观待心；那第二个呢，就是镜上呢是要成立的，就是心还有镜二者合合之后呢，才能够安立这一法的存在。因为呢，我们从它的所迫上来看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它的所迫是如何的安立呢？是安立说，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那是由镜上呢不共的实体成立。那在讲到说，由镜上的不共实体成立的时候呢，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是为镜上成立。那既然讲到说为字的时候呢，仅仅为镜上成立这一点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是秩序派他所不承许的。所以既然不是为镜上所安立，但是他要成立是镜上安立的，所以他成立依法成立的时候呢，是要心能够安立，同样的呢，镜上也能够成立，两者合合之后呢，才能够去安立。所以当他以这种方式去抉择他的见解的时候呢，那幻视域呢就刚好能够配合呢他所抉择的见解。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因为应成派呢，它完全呢不承许就是镜上呢是实有的这一点，所以呢，以神上蛇的这个譬喻呢来譬喻是刚刚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蛇呢在施舍处神迹之上呢是完全不存在的。那这种这种方式呢来做譬喻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符合于应成派所讲述的呢，就是镜上呢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方式。所以与神上蛇这个譬喻来说呢，对应成派来说是他最就近的一个譬喻，最好的一种譬喻。所以这边以幻视域来做譬喻呢，是秩序派呢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譬喻。那虽然说呢，我们在讲述说，就是以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秩序派最好的譬喻呢是幻视域。那以应成派来说呢，他认为最好的喻呢是神上蛇的这个譬喻。那虽然说是这个样子讲，但是呢，对于说像是佛护论师，还有像是吉天论师以及月称论师，他们三者呢，他们所安立的喻呢，都是不同的喻。就是虽然说三者呢，他们三位呢都是应成派的传承祖师，但是他们在安立譬喻的时候呢，是安立不同的。以佛护论师来说的话呢，他在他的佛护论里面呢，他所举的譬喻呢，是以就是壁画呢来做譬喻。那以吉天菩萨来说的话呢，他在入行论里面呢，就是在譬喻无地时或是譬喻空性的时候呢，他是以幻视喻呢来做譬喻的。那以月生菩萨来说的话呢，他在譬喻空性的时候呢，在譬喻无地时的时候呢，他是以车子的之分，就是马车和马车的之分呢，有这一点呢，在入行论里面呢，是以这个呢来做譬喻。所以三个祖师虽然说都是应成派见解的祖师，但是呢，他们所用的譬喻呢，都是不一样的譬喻。那佛护论师呢，他是如何以壁画呢来做譬喻的呢？那他就讲到说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在墙壁上呢，就是画了一个天人，那这个天人的手上呢拿着三叉戟，那又画了另外一个天人，那另外一个天人的手上呢就是拿着法螺。那等到这个画画的人离开之后呢，那又来了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在观赏这个壁画的时候呢，那甲呢就说这个拿三叉戟的这个天人呢，他是自在天。然后拿法轮的这个天人呢，他是骗入天。那乙就说呢，不是，拿三叉戟的这个天人呢，他是骗入天。然后拿法轮的这个天人呢，才是自在天。那他们两个人呢，就会说，到底呢，哪一个是自在天，然后哪一个是骗入天呢？然后在争执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就有第三个人呢，丙呢就来了。然后丙来的时候呢，就说你们两个呢，到底是在争执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画呢，它只是画而已，它并不是自在天，也不是骗入天，它仅仅是画而已。它仅仅是画像而已。那透由这个譬喻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说一切呢，就是诸法呢，都是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呢去作用的。就像甲乙这两个人呢，一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拿着三叉戟这个画呢，他就安立为是自在天；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拿着三叉戟的这个画像呢，安立为是偏入天。那所以他们去安利呢，他们去安利的时候呢，都是透有分别心呢去安利的。但是这个话呢，它本身呢，并不具备着自在天的体性，它也不是呢偏入天的体性。但是我们在安利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画像呢认为说，哦，这个就是偏入天，这个呢就是自在天。那实际上呢，它只是一幅画，它并不是偏入天，也并不是自在天。所以
透由壁画的这个譬喻呢，来比喻说一切诸法呢都是由分别心呢所安立的。那这个呢是佛护论师呢他所用的譬喻。那吉天菩萨呢，他在入行论里面呢，就是以幻师喻呢，然后来比喻说无自性。就比讲到说呢，就是木石呢，就是这个魔术师呢，他把木石呢，就是变换显现出象马的这个形状呢，那我们在执持的时候呢，会把它执持为是真正的象马。但是呢，吉天菩萨就说，这仅仅是呢我们的分别心呢，把它安立为象马之外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大象跟马。为什么呢？它如果是真正的大象跟马的话呢，那它就要是有情；它如果是有情的话呢，它就要是含识。那如果是含识的话呢，它要是有心的这种含识的话呢，我们杀了这个象马的话呢，就会造下了杀生的恶业。但是这个变换出来的象马呢，你去杀它，并不会造下任何的恶业。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有情。所以呢，就从这个譬喻呢去解释到说，就是诸法呢在境上呢都是无地时的，所以以这个譬喻呢来比喻到说是无地时的这个喻。那同样的呢，月称菩萨呢，他在入行论里面呢，是以马车的支分呢来做譬喻，就是说马车的每一个支分呢，它每一个呢都不是马车。那马车是如何安立的呢？它是在所有的支分之上呢，然后透由我们的心呢，把它安立为马车之外呢，但是每一个支分，像是马车的轮子，或者说车轴，或者说它的每一个部位呢，都不是马车。那马车要安立的时候呢，是把这些支分之上呢，然后透由分别心呢，把它安立为马车之外呢，它并不是在境上呢，就是成立马车这种东西。就如同说，我们补特伽罗呢，在安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在补特伽罗的手或是脚之上，或是补特伽罗的一支分之上呢，去安立出一个补特伽罗。那补特伽罗是如何在安立的呢？它是在施设处之上呢，就是在运体无运的施设处之上呢，然后把它安立为这个施设处呢，把它安立为补特伽罗之外呢，它并不是在一支分之上呢能够安立的，所以在寻找之后呢，还是无法找寻得到。所以透由这个马车之分的这个譬喻呢，来比喻到说诸法呢都是在境上呢无地时的这个方式来做譬喻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虽然说呢，像是佛护论师呢，他以壁画为譬喻；那吉天论师呢，他以幻视呢作为譬喻；那月称论师呢，他以马车呢作为譬喻。那他们三位所引的这个喻呢，在佛陀的经中里面呢，都是有解说的。那因为佛陀在经中里面有讲述的缘故呢，所以三位祖师呢，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相应的这种譬喻呢，然后来为大家做解释。那所以同样的呢，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秩序派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以幻师的这个喻呢，然后来结合就是诸法的安立呢，是要透由心以及境上两者合合之后呢，才能够安立的。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98页的第二段。丑恶以幻视喻名观待世间之实望，所以呢，欲之何为以心真上安立或不安立为有，有比幻喻即易于了之。那这边呢，就讲说我们要了知到说呢，就是诸法呢，就是透由心的力量呢去安立的时候，或者说怎么样透由心之上去安立，或是不去安立，它是有或是没有的时候呢，那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那这个时候就讲到说，透由幻喻呢，幻视的这个譬喻呢，它是最殊胜的。那这边是翻译于了之。那藏文里面就是有对于秩序派来说呢，这个喻呢就是最殊胜的一个喻。那在这边呢，就是大家要分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述呢，就是秩序派呢在安立诸法的时候呢，是讲到说唯有无损害是安立。那同样的呢，应成派呢，他在安立诸法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说唯有无损害是所安立。所以两个字呢，两派呢都提到说唯，就是都是唯有就是无损害是安立，但是这两个唯的意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他讲说唯有无损害式的安立呢，它这个唯呢最主要所要遮止的呢，就是唯境上安立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说，秩序派呢，它是承认说心之上还有境之上两者都是存在的，那两者合合呢，你才能够安立呢这些法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唯有损害是安立的唯字呢，是为了遮止掉就是唯境上安立的这个唯，就是它不承许唯有境上安立这一点，但是
应成派呢所讲的就是为由心所安立的这个为呢，它是直接呢就是去掉境上成立的这一点，它并不是讲说为境上安立，因为在讲述到为境上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好像不需要观待心，只要有境呢就能够成立，那这个是秩序派所不承许的嘛，他说你还是要观待于心。那应成派在讲说为心所安立的时候呢，它的为字呢是连境上安立这个呢都去除掉，它根本就不承许说在境那一方呢是地时存在的，境那一方呢是存在的，所以这两个为呢所遮止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讲述到说一切法是由心还有说境上两者合所安立的这个呢，就是秩序派接下来所要讲述呢，就是透由这个幻视欲呢，然后让我们更清楚了解说为什么是这两者都需要观待的。那这边呢，就讲到说，那幻视欲呢，就讲到说，如幻师呢，变目识等为相嘛，即彼幻师与眼视迷惑之观者，及眼视为迷者之三人中。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这里呢，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不特切罗。那第一个呢，就是显现幻术的这个幻术师，或者说我们讲魔术师。那第二个呢，就是眼视迷惑。那这边眼视迷惑呢，就是说这个幻术师呢，这边讲说幻师变木石等为相嘛。那这个变木石呢，他说就是不一定说要是木头或是石头，反正它就是这种小东西，就是树叶呢，它是可以让这个魔术师呢，把它就是拿来变魔术用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基础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把这些小东西呢，就是念咒之后呢，然后吹气在上面呢，然后会把这个看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木石等呢，就是这些小东西呢，把它看成像是象或是马的样子。那第二种人呢，就是眼视迷惑的观者。那眼视迷惑的观者就提到说，观众里面呢又分为两种，就是我们讲说有三种不特切罗。第一个呢就是幻师或我们说的魔术师，那第二个呢就是眼视迷惑的这个观者，就是以观众来说的呢，就比如说今天呢有一个魔术师呢，他要变魔术，那在还没有变魔术之前呢，他就已经先打好广告说，哦，今天呢下午1点的时候呢，那魔术呢会正式开始。那到1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已经准时入席的这些观众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魔术师呢，他就会在这些已经入席的这些观众呢，在他们的眼睛上面呢，就是像是念咒，然后吹在眼睛上面，或是涂咒药等等的，会有这个过程。所以这种观众呢，就提到说，眼视迷惑的观者，眼视迷惑之观者，就是他的眼视呢已经被迷惑的这种观众。那第三种呢，眼视为迷者。那眼视为迷者就只说他也是观众，但是他可能是迟到，在整个节目呢都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才到的这种人，所以他的眼睛呢并没有被这个咒药呢，就是并没有被咒药涂到眼睛的这一种观众，所以总共呢分为三种人，一个就是幻师，那第二个呢就是眼视呢被迷惑的观众，那第三种呢就是后来才来的眼视没有被迷惑的三种观众。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在这三人当中呢，初为见相马而不直为相马，第二类人既见且直，第三类人相马之直见俱无。那这里就讲到说呢，在这三种人里面呢，第一个呢，就是以幻师来说的话呢，幻师呢他自己把这些像是木头啊、石头、树叶等等呢，就是幻化为这个大象跟马之后呢，那他他也看得到这些大象跟马，然后也看得到这些大象跟马呢在做这些大象跟马的这些行为跟动作，但是他并不会把这些呢指为是象马，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呢是他用咒术呢把木头或是石头呢把它显现为象马的样状而已，所以他只会见到象马，但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呢指指为是象跟马。那第二类的人呢，就是他的眼睛呢，就是有涂了咒药的这种人呢，那他会把这些木块跟石头呢，就是看成象马的形状，而且他心中呢也会把这个大象跟石头呢，就是他所显现的这个象跟马的这个形状呢，他也会把它指使为这个就是大象跟马。那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眼睛呢，就是最后才来的这些观众，他眼睛并没有涂上咒药的呢，那他到现场的时候呢，他看不到大象跟马，那看不到大象跟马，他自然也不会看到，他也不会把它指使为大象跟马。所以这三种人呢，他的
所见的呢，还有说他所执持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又彼幻物现为象马者，不可妄谓。如物神为蛇，与彼事前蛇现为蛇，而神实非蛇，如是为于乱世前现为象马，然彼幻物不现象马，此即不加辨别，不加鉴别，必须许幻物现为象马。若不尔者，因于所见都无迷乱。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虽然说呢，我们这边讲到说，我们是把这些幻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木块啊、石头呢，这个幻物呢，把它显现为象马，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呢，就像说我们在讲述神上蛇的这种理路，因为我们在讲述说神上蛇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因为我们错乱之的缘故呢，错乱之呢，他把这个神子呢误指为蛇之外呢，那实际上呢，神上呢是没有蛇的。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譬喻呢来说呢，就是只是在我们的错乱之前呢显现为象马之外，那实际上呢这个幻物呢它并不会显现象马，我们不可以用这同样的例子呢去做类推，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这里呢一定要承许说，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这个幻物呢看成象马，如果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因于所见呢都无迷乱。因为如果你不承许说呢，你是把这个木块跟石头呢，就是把它显现为象马的话，那照理说，如果用同样的理路去思维的话呢，那我们看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知呢，他就没有办法看到蓝色雪山，因为它也是透有你的错乱之的显现，就是因为这种看错缘故，所以才会把这种眼知称之为是错乱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承许说呢，我们是把幻物呢，就是看为象马，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去讲的话呢，那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眼知，或者说把雪山呢看为蓝色的这种眼知呢，它全部呢都没有办法去安利了，就是因为它看错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说它是错乱之。所以同样呢，我们也就是这个把这个矿物呢，就是木跟木石等呢，把它看为象马的缘故，所以才会把这种眼知呢称之为是错乱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若曰此意安立幻物现为象马，则曰幻师言，唯由乱心如是显现真上而立，非由幻物本体真上而立也。曰观者言，则不自觉所见象马由心真上安立，反之彼幻处确实有真实象马存在。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这第一个补特伽罗呢，跟第二个补特伽罗呢，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对于幻师而言呢，就是我们这边看到这个约呢，就是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对于的意思，就是若对于呢，此意安立为幻物呢，现为象马，就是我们把这个幻物呢，就是木石等等呢，把它现为象马这个呢，那这个呢，对于说幻师而言呢，对于这个魔术师而言呢，它仅仅呢是唯由乱心如是显现而立，就是透由乱心呢显现之力呢去安立的，并不是幻物本体呢真上而立。就是对于幻师而言，他知道说他现在所看到的呢，只不过是因为说他呢就是眼视错乱的，因为这个咒力的缘故呢，眼视错乱的缘故，所以把它看为是象马之外呢，他本身呢就是对于魔术师本身，他并不会觉得说在这个木块还有石头之上呢，它本身呢变成象马，它并不会呢有这一种案例。那因为呢，他并不会把这些东西指为是真正的大象跟马，但是呢，对于第一种观者而言呢，就是对于眼睛呢，就是有涂了咒药的这种观众来说的话呢，他并不会觉得呢，他看到象马呢，看到大象跟马呢，是由他的心上呢去安利的，他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他的心去把它安利为大象跟马的，他反而会支持说呢，在彼患处，就是在这个木块跟石头那个地方呢，有真实的象马存在，因为他看到象马，而且他也把这些呢指为是象马。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以上这个譬喻呢，就讲到说，此即就欲说明由心真上安立与不安立之理，故于彼物现为彼相，是否所现之实体有其二类。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述到说，就是继续怕他讲述到说，是否透由心呢去安立和不安立的道理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故于彼物现为彼相。
是否所现之实体有其二类，就像是这边呢，我们讲到说幻师呢，他并不会，他知道说他现在看到这个大象跟马呢，是透由他的心去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呢，他所看到的笔物呢，并不是所显现的这个笔物，故于笔物现为笔相是否所现之实体，就是它这个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相状呢，是否是真正的实体？因为他知道说呢，现在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相马，并不是真正的相马的缘故呢，所以他很清楚，他现在看到相马这个呢，是透由他的心去安利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呃，眼睛呢，就是有图奏要的这些观众来说的话呢，他并不觉得说他现在看到这个大象跟马呢是透由他的心去安利的。为什么？因为他很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他所看到这个象马呢，就是如同他所看到的一样呢，这个就是真正的象马。所以假如说呢，故于笔物现为笔相是否所现为实，就是他所看到的呢，跟真实的状况是否是符顺的呢？当你觉得说你看到的跟真实是符顺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呢是透由你的心去安利的。那对于魔术师来说呢，他知道，因为说他看到的呢跟真实存在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他说他现在所看到这一些的，他所看到的大象跟马呢是透由他的心去安利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这种结果。时事中呢，亦由能量增上安利所量，能量即心，由彼安利所量，亦即由心增上安利，则彼亦应破除实有。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说呢，就是什么叫做就是由心去安利呢？心去安利的意思呢，就是透由量呢，能够去安利呢，由量能够去安利所量。那能量的是心，那他所能够安利的呢，就是所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有法，他所能够安利的呢是所量。所以透由心呢，透由心的力量去安利的呢，那这一种呢就叫做透由心去安利。那如果说透由这种方式叫做安利的话呢，那对于说十事中就是下部中一切有部跟经部中的话，他们应该也能够破除实有，因为他们也承许说一切法呢都能够为量所证得。那你讲到说，因为是由心所证得，就是由心去安利的话，那他们也承许说一切法都是透由量能够证得的，那一切法都能够由量去证得，所以一切法也应该是由心去安利的。那如果说一切法都是由心安利的话，那照理说十事中他们也要能够破除实有。那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呢，于此等二中混乱之点，皆能分别。由能量安利所量，是由能量通达二种所量之实性，比与前说实即不相同。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在哪里呢？就讲到说，我们讲到说，透由量去安利的时候，量去安利呢，只要量能够证得呢，量能够证得，它就是量去安利的意思。但是我们讲到说心去安利的时候呢，并不是讲说心去证得就表示说心去安利，所以这两者呢是不同的。量能够去安利，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就像是圣意，或者说是世俗，为什么我们能够安利圣意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安利世俗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能够证得圣意的量的缘故，所以我们能够安利圣意。那为什么能够安利世俗呢？因为有能够证得世俗的量的缘故呢，所以能够安利世俗。就是透由量呢去安利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量能够证得的缘故。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心去安利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心呢要去安利的意思呢，就是当它透由就是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呢，在心显现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的这种方式呢，这个才是透由心去安利的意思。所以这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那今天因为时间到的关系，我们就先上到这边。